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的8月24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篇，列王记上卷第6章第1节到14节，以弗所书第6章21节到24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甲分享的主题是工作完成。咱最近拢讲到所罗门王起造圣殿。当然是经过一段时间，伊开废了济贵重的建材，然后来完成耶和华上帝的圣殿。伫即个建筑完成了后，咱开始来思考的，就是讲，虽然咱看见所罗门王伊真有智慧，伊真会晓做代志。咱过去也讲到伊判断囡仔的即个智慧。但是，这个起造圣殿甲这个智慧嘛，无拄有直接的关系。咱真正有讲到判断囡仔这个智慧，毋是因为伊判断的这项事，乃是伊用上帝的眼光咧看生命。当然，有个人会讲迄都无算啥物货啊，这小可代志啦吼。但是咱毋知有注意看到无？伫最近发生的战乱，阿富汗的情形，来引发着全世界的注意。伫阿富汗的总统安尼逃亡了后，因的国家就去互即个塔利班的政权来占领，造成足大的逃亡的即个潮。真侪人分享影片啦即个影片就是伫英国驻军的营区外面的影片。咱有看有几个妈妈将因的婴就塞去到迄英国的驻军的手中。英国驻军的官长呢，就伸手一只手就接迄个囡仔，就甲囥伫营区内底咱要爱讲的是讲，即个老母敢是亲像所罗门咧判断迄个老母安尼无感情吗？是讲咱讲迄位军官用一只手掠迄个囡仔敢若掠啥物物件安尼是毋是伤过粗鲁呢？其实焦点毋是这啦，其实焦点是讲，伫这个动乱的下面，家己的命强要顾袂掉迄个妈妈是足有智慧的，亲像圣经中间迄个妈妈共款，伊宁可放弃囡仔的这个权利，只要囡仔会当活落来，因共款有智慧，看重性命。迄个军官嘛，值得学了。若毋是伊愿意伸手，大概伊的手的这部下嘛，无人敢安尼做。伊看重性命，因拢是智慧的人。同款起造圣殿，的确是真困难，爱用真济的精神、真济的材料。亲像咱昨讲到的，其实起造圣殿重要毋是即个硬体的部分。较重要是啥物货？当然是性命，就是所罗门爱用智慧看会到的代志，是人甲上帝三度建立关系的所在，是人甲人用听建立关系的所在，即种是性命。咱今仔日的经文看见咧描述圣殿建筑的概况，咱看到伊真严格，规定长、宽、悬。拢有伊的规则咧，但是事实上，迄毋是重点啦。如果圣殿的寸尺有差错，人就袂当得到福气吗？当然袂是安尼嘛若是圣殿的石头剁了歪歪，袂当得救吗？当然嘛毋是安尼伫今仔日的圣经最后一段的重点。就是第11节到第13节经文安尼讲，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讲，论到你所起的这间殿，你若行我的律例，趁我的法度，守一切的诫命，照安尼来行，我就要照我所应允你的白大笔的话来应验伫你。我也要踮伫以色列人的中间。也无放杀我的百姓以色列。
请咱注意经文12节所讲的话，咱来思考迄个逻辑吼。伊讲论到你所起的即间殿，然后讲你若行我的律例，趁我的法度，守我一切的诫命，照安尼行。基本上即两个无有逻辑顶悬的关联。啊，为什么伫即个所在，上帝爱交代所罗门王即项代志？去做圣殿的目的，毋是要来光耀迄个圣殿硬体的水，是要来遵探上帝的律例，守顺上帝的法度。12节落尾讲，你若安尼做是，我就要照我所应允你的爸代笔的话来应验伫你。所以论到圣殿的建设，其实是应该爱做伫遵行上帝一切诫命。看起来甲圣无相关，但是却是起造圣殿最重要的基础。有智慧的人就会当明白吼。前礼拜咱也讲到，咱的身躯是圣神的殿，是上帝临在的所在。是强调，所强调是咱的性命。因此，咱知影圣殿最重要的就是甲上帝的关系，是遵行上帝诫命性命的实践，毋是偌尼伟大的建筑偌尼有名的建筑，是讲那金色色安尼吼，安尼尔定。如果咱无有一个美好的性命的见证，咱就算讲去甲即个礼拜堂去甲足水吼，足光显足吸引人的吼，若像迄观光地点安尼吼，只不过是一个空尔定。列王记上关第6章提到着遵守上帝的诫命，一切的诫命了后，就讲安尼话，讲所罗门起造殿宇。台语的翻译佫较亲切，伊讲所罗门起殿已经明白啊。这个已经明白的意思是讲有遵行上帝诫命的生活，圣殿的建设才算是完成，就是台语咧讲的已经明白啊。保罗甲以弗所教会基督徒写的最后的劝勉甲祝福的中间，伊也提到，伊讲，佮竟若用未败坏的听来听咱的主耶稣基督，愿恩典甲因的人三甲地地。安尼就真清楚吼，就是讲教会的生活，就是用未败坏的听。来听咱的主耶稣基督，所有诚心实意听主耶稣基督的人，拢要得到恩惠。就亲像礼拜日咱的信息咱提到所讲的吼，约书亚也提醒以色列人，提醒以色列人，因着爱用诚心来服侍耶和华上帝，这才是真真正正咧军队上帝。军队迄个进入应允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